有真侪囡仔绘本拢是一寡猫啊、狗啊、一寡动物的故事，感觉无记绘本拢无台湾的本土故事咧。目前就一个文创团队用台湾在地3个传奇故事，编写出有台语的有声绘本，用台湾话来讲台湾的故事。发生伫詹文溪的八足情人夜光灯传说，上后找物件的虎蛇西罗登利亚，阁有用马戏团的摇白菜，一篇一篇精彩的囡仔故，即阵会使透过有声绘本来认捌。利亚是新明的假情将军，虎蛇西罗登的利亚，上爱甲囡仔耍美小吹啊！一般市面上较常看到国外的动画册，有团队参考台湾风俗志，加上实际访问调查，推出台湾本土的奇幻故事。100多前台湾人这故事其实真侪拢一定失去啊，迄是过去咱生活的一寡资料、一寡物件嘛吼，啊，即马失去，咱倒转去甲找倒来，吼，互大家了解咱过去到即马的故事是生做啥物形。张世豪表示，伊细汉就听真侪新明的故事，参几啊个，这故事也代表着台湾的文化甲民俗。希望透过有声册，用生动活泼的囡仔故，和台湾文化卖断根。咸罗王够利亚，对我来讲，我就是咸罗王是毋是爱加淡薄啊？迄个威严利亚，就是我着用迄个小可用个性啦。利亚是安尼，阎罗王是安尼。虽然有压落的部分，毋过敢若有听到另外一个情绪。张世豪为台湾文化出发，写出本土的囡仔故。绘本也邀请金曲歌王谢明佑、立委林昌泽、作家黄月水、知名配音员陈宏雪，用台湾话讲出上在地的传奇故事。记者杨淑静、谢桂林、家人报道。